来乡亲啊，这个快台之乱也未煞，有一间叫做大兴的资讯公司涉嫌进口中国乌心的快台机，掺染美国制造出口的快台机，相关的人员已经向受压禁见。国民党的立委痛骂讲，这根本就是高等环球2.0版。这个公司登记的地址伫新店，本地是咧卖印表机相关的配件，资本也只有500万，尾啊竟然会当来进口快台机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针对这无心不良的厂商，政府一定会严办到底。草菅人命。国民党立委透早就真生气，因为快台之乱也未煞，起因是这款美国进口的富乐快台，连 C 甲 T 的品管线拢无得显示。检调搜索发现讲，进口商大兴资讯公司涉嫌摕中国乌心的快台来滴冒充。他原来其实是在做印表机墨水夹的。是一去看登记伫新店的大兴资讯公司，信箱下口有打一张告示讲歹势有问题快台爱回收。立委质疑讲，一间卖墨水的公司是安怎抢到10几件政府的快台采购案，而且应该是美国制造、美国出口。虽然面顶有写美国圣地牙哥生产，也过发回地点就是唔对。美国制造，但是呢，从这个香港出口的。甚至连外包装所写的黑衣壳蛋白，这个讲法甲台湾的讲法嘛是无共款。中华民国没有用核衣壳这样的名称啊，我们的公文上面讲的都是核壳蛋白。国民党立委骂食药署失敬，他国类品来仿报进口的品牌，非常不容易。我们国家社会。政府一定严查严办。看到民众真需要快台，这厂商想要赚乌心钱，政府真正爱好好啊查办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